头，搁等下咱讲来关心高雄的检警小连续抓到偷窃的案件，有一个姓廖的查甫人，对2018年开始，伊就伫台北车头台北捷运站真侪所在偷窃查某的内裤，而且佮这影片放去咧网络顶头卖，受害者有成千人，伊即马已经互收押。另外，高雄嘛有抓到查甫大学生，伫性别友善便所内底偷窃查某，即马互抓到，已经互判刑3个月。警方就问抓人，因为这查甫人涉嫌偷窃。高雄检方接到报案调查，姓廖查甫人为2018年开始伫台北百货公司捷运站这个公共场所偷窃女性甲未成年女学生的裙底，搁伫网络卖，5年来受害人多上千人。被告电脑内存有大量偷拍裙底等隐私部位之影像。任廖姓男子长期偷拍不特定女子，并在网络上贩售，设有《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及刑法之窃录儿少性影像罪嫌。警方为嫌犯大所在超出电脑甲偷窃器材者证物，检方认定伊行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除了依法起诉，也向法院申请羁押批准。另外，高雄一间大学5月也发生查甫大学生伫性别友善便所内底偷窃女童裤，被发现了后，遭到起诉判刑。被告涉嫌于高雄市某大学1楼厕所，以手机从隔板下方偷拍4名被害人如厕画面。经本院法官审理后，认该名被告所犯无故摄入他人性影像罪。就偷窃行为，偷窃行为对被害者身心影响较大，双方无和解，判查甫大学生3个月有期徒刑，没收手机啊。偷窃的事件一直真多，警方提醒民众自保。保持冷静，记住歹徒的特征。第二，大声呼救，寻求旁人的协助。第三，利用手机拍摄歹徒，当场保全证据，尽速报警处。检方呼吁无论协，或者是转传性输入影像，拢是犯罪行为。若收到同款影像，千万唔通转传，或是打伫网站才袂犯法。记者综合报道。